笑萬重浪，熱血熱星紅日光，膽似鐵打，骨似精鋼，胸襟百千丈，眼光萬里長，誓奮發自強。做好漢，做個好漢子，每天要自強，熱血男子，熱星紅日光。大家好，我哋係純陽一隊。我哋首先了解咗《男兒當自強》呢首歌嘅 BPM 係120，即係每0.5秒一拍。之後我哋仲睇咗佢嘅簡譜，揾出每句歌詞嘅拍子。所以其實只要用0.5秒做單位，根據2分音符同埋4分音符去計算，就可以準確咁掌握音樂節奏，做出啱拍子嘅動作。另外，我们用了韩式积木，将每一句歌词分开编辑，使其更容易修改，并设定总秒数不会超过歌词的时间。而歌词不同部分的节奏变化，我们通过增加韩式积木，使其更容易修改。例如前奏部分打鼓的画面，我们给韩式积木增加了间隔和次数这2个参数。只要调整好这2个参数，马体就能按照节奏变化而做動作。而同時做2個動作的問題，我們用廣播積木來解決了這個問題。去到最後一幕，因為我哋人手有限，所以我哋冇辦法同時間操控到3隻 Marty。為咗解決呢個問題，我哋就用咗 Noise Sensor， 令到3隻 Marty 同時間舉手，咁樣嘅效果就會更加一致啦。最後，我哋都希望可以透過呢次嘅表演嚟宣揚我哋中華文化嘅傳統美德。遇到困難或者挫折嘅時候，唔好放棄，要以堅毅、正直同埋勇敢嘅心態去面對。我們的匯報完畢，謝謝大家。